4997嘅，本身係話，但係咧到最後咧，我賣咗嘅時候咧，大家睇下係5380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哋而家咧就去揾嗰個轉回收店啊。喺香港放嗰部機咧，即得個3000零4000蚊港幣。咁啊，而家喺大陸揾嗰間轉，咁佢啊聲稱啊4997蚊人民幣。咁究竟真定假咧？啊，大家拭目以待。我哋而家就過去試試佢。大家認住呢個地方，寶能環球匯啊，呢個4997，唔知賣唔賣到啦？唔知可唔可以收翻足呢個價錢啊？咁啊，而家喺度驗緊機，咁驗完冇問題咧，基本上就5380人民幣就會回收呢一部摺機㗎啦。然后物业收款，您最后收到钱实名是本人。然后感谢您使用转转为咱们环保事业做贡献。本次回收的这台手机预计可以减少碳排放25千克。然后机器是自己买的。你已經賣咗嗰部摺機啦，咁樣咧係有啲喜出望外嘅，俾大家睇下個數據先。頭先咧，我咪同大家講過，本身佢嗰個 call 嗰個價咧係4997嘅，本身係話，但係咧到最後咧，我賣咗嘅時候咧，大家睇下係5380啊，5380，足足貴咗幾嚿水。如果將來有需要賣電話或者賣一啲閒置嘅數碼產品咧，記住大家可以嚟呢個轉回收，係好好多嘅。係。同埋我想講，有咩發表？先達嗰啲友咧，應該都係低價收完自己拎嚟呢度放，因為冇可能佢報3000。唔出奇啊，其實可能先達嗰啲咧，其實都係自己收完，咁跟住之後咧就攞翻上嚟賣咯。咁啊賺個信息差，每單可能賺200-300咁樣。咩200-300 3000收你呢度放5300，賺2300一部。今次呢條片咧就嚟到呢度啦，中意嘅朋友記得俾翻個 like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